做一个客家人，俺哋惜福又惜钱。大家好，我是钟林英。客家委员会111年1月6号公告，调整12月28日万我母语运动日为全国客家日，用一代人纠正客家话。有人讲客家话已经喺度家父偏方嘞，客家话变做少数语言，因为限得拿来做交通使用，再冇人讲啦，真经就会消失脱去哦。对一个民族血盲人数来讲，也系每一啥人爱从事嘅问题。做一个客家人，对自家嘅母语要有相当嘅热情，一种肩头上共用嘅责任感。客家话就像人讲嘅句话：一台钱，二台表，三台去了了。第台人当讲定客家话，就像人嘅阿公阿婆交谈只有一种语言，就是客家话。第二台人了了嘅又讲，行出社会都会用一种语言老人交谈，渐渐嘅母语就越来越少使用。冇听错，一转屋下怎又讲？第三台人限地又讲，又讲也讲冇完全，想讲也不见得会讲，也就是今一下客家人生存嘅现象，需要靠一代人来纠正客家话嘅理由。自家嘅母语自家救，想办法想细人嘅听人嘅罪名，带定佢哋做，本佢哋看到成功嘅经验。话讲得好，等人写；话讲唔错，等人讲。自家嘅母语唔晓得讲啊，佢就打上嚟。希望用一嘅发挥作用，使到蔓延开花。自家嘅母语自家救，三万讲，事讲，将讲客话变做一种当自然嘅事情。客家话对人嘅生活地度，某一种就会变做习惯，习惯呢就会自然。客家话唔会团结，客家民族永世流言。做一个客家人，人哋惜福又惜钱。大家好，我是钟林英，唔讲客，我讲客，大家来讲客，什么大家按子说。